歷代志下第4章，他又製造一座銅壇，長20肘，寬20肘，高10肘，又鑄一個銅海，樣式是圓的，高5肘，徑10肘，圍30肘。海周圍有野瓜的樣式，每肘10瓜，共有2行，是鑄海的時候鑄上的。野瓜原文作牛，有12隻銅牛馱海，3隻向北，3隻向西，3隻向南，3隻向東。海在牛上，牛尾向內。海厚1掌，邊如杯邊，又如百合花，可容3000巴特。又製造10個盤，5個放在右邊，5個放在左邊。獻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內，但海是為祭司沐浴的。他又照所定的樣式做10個金燈台，放在殿裏，5個在右邊，5個在左邊。又做10張桌子，放在殿裏，5張在右邊，5張在左邊。又做100個金碗。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，並院門，用銅包裹門扇，將海安在殿門的右邊，就是南邊。戶蘭又做了盤、鏟、碗，這樣他為所羅門王作完了神殿的工。所做的就是2根柱子，和柱上2個魚球的頂，並2個蓋柱頂的網子，和400石榴安在2個網子上，每網2行，蓋着2個柱上魚球的頂。盤座和其上的盤，海和海下的12隻牛，盤、鏟子、玉插子，與耶和華殿裏的一切器皿，都是巧匠戶蘭用光亮的銅為所羅門王造成的，是在約旦平原、疏割和撒里但中間，藉膠泥鑄成的。所羅門製造的這一切甚多，銅的輕重無法可查。所羅門又造神殿裏的金壇和陳設餅的桌子，並精金的燈台和燈盞，可以照例點在內殿前。燈台上的花和燈盞並蠟剪都是金的，且是純金的。又用精金製造鑷子、盤子、調羹、火頂。至於殿門和至聖所的門扇，並殿的門扇，都是金子裝飾的。